今日帶大家睇下珠海呢個全現樓發售嘅屋苑，佢價錢抵之餘，而且仲係大精裝交付。首先樓盤距離港珠澳口岸僅30分鐘，返香港十分方便。再嚟睇下佢中央主園林加流線型外立面，高級感爆棚。長者喺主園林散步都勁寫意。再嚟睇呢個89方精裝3房2廳2衛，間隔四正實用。闊落陽台無敵景觀零遮擋，上車盤都有豪宅級享受。首先呢個單位贈送智能門鎖，安全又方便，一入門口就見心思。玄關位擺放收納櫃，以及鞋櫃係交流標準，返屋企都有儀式感。客廳採用餐客一體設計，客廳開間3.5米，日光由陽台直射入屋，日頭唔使開燈。廚房飯廳客廳無縫連接，煮飯吹水兩不誤。朋友開 party 夠晒位，89方煮出120方氣場。U 型廚房配齊抽油煙機加爐頭加消毒櫃3寶，即買即住。洗切炒黃金3角位，廚櫃收納量驚人，同飯廳零距離。細廚房都可以做大廚，大家可以留意客廳地腳線，地板全部都係交流標準。出到嚟首先可以睇到預留洗衣機嘅位置，然後就係6米1長嘅無敵大露台。哇，完全無遮擋，遠景一覽無遺，而且佢仲連通埋細房，朝早陽光曬入床，風景直送眼前。細房即刻變身日光房，空間感十足。3房單位住出豪宅景觀房。再睇下公廁，乾濕分離，洗手盆、淋浴間、馬桶齊備，都係交流標準，所見即所得。再過嚟呢邊係細房，雙窗設計採光通風一流。擺張1.5米床加衣櫃輕鬆擺得落，3房單位住得舒適，性價比高到痹。最後睇下主人房，先睇埋獨立主廁，乾濕分離設計，全部都係交流標準，仲有全贈送嘅飄窗。返到生活區，主人房開間3.2米，擺到1.8米大床加雙床頭櫃加大衣櫃，仲有大把位剩。窗外同露台共享風景，私隱度滿分。呢套89平方精裝單位發展商而家做緊優惠，直減20萬，首期只需22萬起，而且幫手地產再送車位同全屋冷氣。有興趣睇呢套珠海精裝3房嘅朋友，記得後台私信我哋。